2021年赢球是我们唯一的目标。1、2、3，挥手！ 2021年赢球是我们唯一的目标，也是对我们比赛的一个态度。那我希望每位球员更像个勇者一样哦，当机会来临的时候，不要畏惧，尽全力表现。然后我相信春训开始的时候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目标还有期许。那我希望在这一年呢，不管大家遇到什么挫折或困难，都要保持信心。 相信自己，相信教练，相信你的队友。那我们大家一起努力，谢谢。我们付出的第一年，我们希望能够打出感动人、感动球迷的比赛。希望能够奋战不懈、无畏无惧，能够奋战不懈，这是我们的目标。天母31场，然后其他的是这个高雄大概会排18场，其他就是云林。 这个嘉义市，跟这个新庄，大概是这样的规划。跟他们相处的状况吗？跟他们相处状况越来越好吧，因为大家也都在私底下也都不会害羞了，对。然后比较害羞的就是我而已，对吧？然后大家也都蛮好相处的。 也不管是学长还是学弟，有话就说，有问题就问。对，自己的状况目前都在球队要的进度上，然后都跟大家一起做调整，然后蛮期待今年的比赛的，因为第一年也算是第一次在台湾投球，不管在哪里打球，那个，我觉得态度跟 初衷要保持一样啊，只是说，现在换一个角度，可能是年纪里面比较年长的，那会看到更多不一样的东西，那就是适时的去提醒这些小学弟们这样子就好。其实我觉得不管是对哪一队啦，都是敌人，那也不管说我之前在哪里，只是接下来就是不管遇到哪一队，那就是尽自己的全力去拿下每一场胜利，对啊。